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这个恒大汽车被强制执行2.8亿。3月31号，根据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恒大新能源汽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增2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2.8亿余元。这个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近日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一则恢复执行信息，执行标的14.3亿元，执行法院为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个融创现在一共有340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397亿元基本上也是好不了了。我们再看受房地产低迷的影响，对吧？上下游的企业这个新浪证券报道说老板电器营收净利双降，老板电器应收账款高达18亿元。在众人眼中稳坐厨电行业头把交椅的老板电器，2024年半年报却如一记重锤，敲碎了市场的美好幻想，营收和净利润双双下滑，这可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近年来首次出现的大跳水。这个老板电器它的应收账款余额18.63亿，不用说这个18.63亿大部分都是开发商欠他的，因为现在很多项目楼盘都是精装修，那精装修那这个开发商他就要集中采购这些家用电器对吧？厨房的这些电器，油烟机、灶台这个都是老板电器的这个产品普通的消费者你买老板电器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付，也不存在什么应收账款，所以这个老板电器18亿应收账款恐怕都是开发商欠的。现在稍微大一点的开发商都爆雷，没有爆雷的资金也非常紧张，不可能给他结账。所以这个2024年这个老板电器这个年报恐怕非常难看。最主要的是他这18亿应收账款怎么办？谁能给他？我以前说过2025年恐怕是应收账款爆雷之年了。你比如说这个房地产行业的3好学生万科，这个万科终于交出了他2024年的年报。3月31日晚间，万科公布了2024年度业绩报告。从财报数据来看，万科仍然没有走出低谷期。财报显示2024年万科实现营业收入3432亿元，同比下降26%，规模净利润495亿元，这是负的由上年的盈利转为大幅亏损，也就是万科2024年亏损接近500亿，这也是万科自1991年上市以来首次年度亏损，一亏就亏个500亿。这个好学生变成差生他的表现总是让人大跌眼镜那个差生反正大家都知道他学习不好，所以说大家天天说他学习不好，反正他也就那样。但是这个好学生一旦说他学习不行了，对吧？他立马就能垫底万科对此也做出了回应，说2024年对万科而言是一场艰难的一年，面临多重风险挑战。公司业绩亏损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当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未能及时摆脱高负债、高周转、高杠杆的扩张惯性，出现了投资冒进、多赛道布局、步子过大、融资模式未能及时转型的问题，管理和风控机制也未能跟上业务和组织发展的需要，导致经营陷入被动。万科同时表示这些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正在逐步消化，但彻底化解仍需要时间。针对经营管理、公司治理、组织建设等方面存在问题，公司进行了深刻反思，有效整改，并持续改进。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万科年报并没有举行公开的业绩发布会，而是当日与部分机构投资者进行了小范围交流。这个也能理解这个新的董事会这不刚接手2个月，也没什么业绩，你说他开这个业绩发布会有啥意义呢？那替前人背锅替那个郁亮那一届董事会背锅，对吧？挨这个投资者问，挨投资者骂，自讨没趣所以算了，就别开这个业绩发布会了。实际上深铁向万科派出这个董事就把万科接管。不管怎么说，从这个产权上面，从所有制上面，他就把这稍微捋顺了。万科走到今天不是他水平不行，不是说他们这个经营管理不行，而是他有个根本性的死穴。我认为万科他在房地产行业里面他的管理，对吧？他的这个理念，他的房子质量，不管怎么说，他应该排在前1、前2，对吧？我们也不能因为万科现在身陷囹圄，咱们就说万科是一泡屎，是垃圾，不是这样的相反，它的管理，对吧？它的品控还是可以的，但是它的死穴在哪？它的死穴就在所有制
是什么？就是万科这帮管理层，万科的董事长，他并不是万科的主人，他是高级打工仔。那对高级打工仔来说，只有拼命的做项目，他才能赚钱，对吧？至于后面这个公司啊，这个现金流不行了，转不动了，暴雷了，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这个提成已经拿到手了，你现在难道还让他退吗？我说的是啊，这个明的收入和暗的收入，万科各个地方的子公司，对吧？或者城市公司，你不让他拿地，他偏要找各种借口，讲各种故事去拿地，因为只有拿了地才有项目，有了项目，大家才会从中赚钱。我想这个你只要工作过的人都懂。而这个万科到底是谁的呢？他不是郁亮的，那郁亮本人他也要赚钱的。所以说啊，这个郁亮年年业绩发布会他都预计说房地产现在到了什么有白银时代啊，到了什么黑铁时代，对吧？房地产什么啊进入低谷啊，什么万科要活下去，这是万科啊郁亮他们最早喊出来的，最早喊出来，但是他无动于衷，也就是他看到了这个危机，但是他无力改变。为什么无力改变？就是因为被利益绑架，都想赚钱。这跟那个小散户炒股一样，很多小散户知道这个股市不能炒，炒了进去啊，就是倾家荡产，很容易，对吧？就是第一天高兴，第二天就变成解套之旅。但是他管不住自己啊，他还是要去加仓，还要去炒，是一个道理啊，因为他被利益驱使。这个万科的管理团队也一样，被利益驱使，知道这个地拿的越多，越容易暴雷，知道这个房地产现在不行了，他还要疯狂拿地，因为就要每个人都要赚钱。而如果这个万科是某一个人的企业，他的所有权很清晰，哪怕他是国企吧，对吧？国企国资委真的来掌管这个万科，那么万科他又看到了房地产的风险，那他会采取什么措施？他就不可能容许下面这些人疯狂拿地，他一定会收缩，因为他已经判断到风险了。这我说的什么意思？就是万科他判断到风险，但是他不加以控制，或者是他控制不了，这个根本性矛盾，这就是死穴啊！有人就说了，那恒大、融创、碧桂园，不好意思，这些企业它都是私人的，但是啊，他们没有像郁亮这样早早的看到房地产的风险，他们是疯狂的加杠杆，他认为房地产是一路高歌，他们是欲罢不能。万科这帮人他是看到了风险，但是啊无力改变，因为每个人都要赚钱。我们再看啊，这个现在这个一线城市啊，土拍是越来越火啊。钱江晚报报道啊，这个杭州土拍又爆了，说的是4月1号啊，说今天上午杭州4月首场土拍大战打响，8宗涉宅地齐出让，为2025年开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经过上周地王争夺战刺激，本场开发商们参拍积极性依然较高。运河新城姐妹地三潭宅地报名房企数量均超过10家，三潭、运河新城、萧山老城3个板块的地价记录被刷新。可以说啊，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啊，炒地皮啊，已经是相当火爆啊，相当疯狂。说三潭楼面价拍至46267元每平米，由宁波城建投资集团竞得。运河新城姐妹地分别拍至38951元每平米，39146元每平米，由金茂越秀分时。萧山老城楼面价拍至25419元每平米，由绿城竞得。4月啊，杭州首场土拍，也就是4月1号这一天，单日收金93亿，什么6小龙啊，也没有卖地来得快啊。这个4月1号啊，中指研究院发布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报告，是3月份的啊。这个数据显示啊，1到3月 Top 100企业拿地总额2896亿元，同比增长31%，增幅较上月扩大3.9个百分点。也就是不光是杭州啊一个地方土拍火热啊，其他地方也比较火热。说开年以来，核心城市优质地块竞拍热度较高，300城住宅用地出让金同比增长2成多。而核心城市市场情绪回暖，提升房企拿地信心，供需两端带动下 ，Top 100企业拿地总额同比增长约3成。整个3月啊，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6740元每平米，环比上涨0.17%。同比来看，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同比上涨2.63%，全国100个城市二手住宅平均价格为13988元每平米，环比下跌0.59%，跌幅较上月扩大
0.17个百分点。2025年一季度，杭州、上海住宅用地平均溢价率分别达到43%、29%，成都平均溢价率超过20%。这个数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新房的价格同比环比都上涨了，100个城市啊，平均价格，但是啊，二手房同比环比都在下跌，而且跌幅还在扩大。你说为什么新房这么火，二手房就这么惨？二手房房东是以价换量，对吧？降价卖。那为什么新房房价还涨了？这个我在节目里面一直不遗余力的在介绍啊。新房价格涨，最主要是豪宅在涨，对吧？上海的新房都涨了1年了，那个3000万、5000万的新房都日光盘，这是第一个原因啊。各个地方都是豪宅，非常好卖，有钱人还是有钱，甚至出现这个排队抢购的局面。第二个呢，就是得房率在上升，也就是现在的新房的得房率跟过去的房子不一样。过去的房子你买100平米，你实际上只有70平的使用面积。你过去的房子1万1平米，你要换算到这个只有70平的使用面积，那相当于你使用面积每平米是将近1万5啊，就是你真实的房价是1万5。那你现在呢，对吧？你买100平米，你使用面积恐怕是110，这个时候你的房价表面上看是1万2一平米，比过去1万1平米贵了，涨了10%、20%，但实际上呢，你要按得房率算，你还到不了1万1平米，因为现在的住宅这个跟过去的不一样，大阳台、大飘窗，还有赠送面积，对吧？这几个原因导致新房的价格在涨，但是二手房价格为什么下跌？二手房才代表了真正的房价的趋势，因为二手房都是过去的房子，也不存在什么得房率增加，对吧？你不下跌，别人就不买。你看中国经营报报道，上海外滩158套豪宅开盘日光，刷新多项成交记录。上海外滩158套豪宅开盘日光揽金近100亿元。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近日嘉里建设金陵路城市更新项目金陵华庭首批住宅入市迎来开门红，该项目距离外滩仅260米，均价18.9万元每平米。158套豪宅开盘3小时便售罄，共计揽金92亿元。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项目首开刷新了上海新房市场2025年以来单日总销金额最高、套均总价最高以及均价最高等多项记录。多家房地产研究机构分析称，上海市高端豪宅市场韧性较足，究其原因是豪宅具有较强的保值增值属性，故而受到资金热捧。2025年，消费者在豪宅产品上选择上拥有更多余地，高端住宅价格预计也将持续上扬，新入市项目面临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什么意思啊？你看看这些豪宅的价格还在涨，地价上涨促进豪宅价格上涨，豪宅价格上涨再促进这个核心地块的价格上涨，就是封建火势火助风势就这么一个意思。但是这个游戏到底能玩多长时间呢？豪宅你18万9一平米，一天就卖完。正因为这些豪宅的存在导致这个新房均价显得在涨。那还是那个道理就是马云、马化腾2024年收入又增加了，或者我们韭菜叫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增加了，但是韭菜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二手房的价格稳住，二手房的价格在上涨，这个恐怕能说明问题。我们再看这个是中国新闻周刊，它有一篇报道，的标题叫国企5折收房，开发商不愿意割肉，专家谈多城支持收储工作，但收储量较小。大家还记得吧？去年这个时候，很多专家还有外媒，对吧？都是传都是建议政府拿钱出来收储，收什么储呢？把那个开发商没开发的土地再给他买回去，把开发商开发的好的房子卖不掉的房子，政府也把它买回去，这样来稳定房地产市场，稳定房价。但我一直认为这个是没有用的。你看搞了1年多，现在什么结局中国新闻周刊说国企5折收房，开发商不愿意割肉，收储工作收效甚微，多个城市收储这块根本就没有进展。所以我说这个专家都是坐在那儿拍脑门，想一出是一出，就是他宁愿让政府花钱去收那些房子，收那些地，这是反人性的他也不愿意说给韭菜让点利，对吧？把这个折扣直接优惠到韭菜头，让他去买房。他这个新闻周刊他这么说的，他这个文章特别长，我只简单介绍一下。他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上百个城市收购工作专班选定收购主体，70多个城市公开发布房源征集公告，至少10个城市已有项目落地，包括武汉、苏州、郑州、重庆、长春等。
筹集保障性住房上万套。你看看啊，70多个城市，最终也只收了上万套的房子。进入2024年，郑州收购步伐相对放缓。你看，郑州是排头兵呢，对吧？他是第一个跳出来。我记得咱们介绍过，结果他2024年反而对吧放缓了步伐。随着新规出台，收储标准提升，符合条件的房源逐渐减少。同时，出于风险控制考虑，收储主体也在有意识地控制增量，消化存量。去年7月29日，郑州在此率先开启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配售工作，包括配售项目和预配售项目，共计1999套。重庆紧随其后，多个新建配售型保障房项目进入申购环节。九龙坡、大渡口、高新区、北碚区等4个区的保障房项目已经在8月进行购房意向登记填报。从售价来看，价格仅为同板块商品房的5到7折。其实我不太懂啊，这些专家为什么建议对吧？政府5到7折从开发商手上把房子买过，也不愿意让开发商5到7折把房子卖给韭菜。就这个逻辑到底在哪？如果开发商说啊，把这房子5折卖给韭菜，你保证韭菜会去买。这刚需房多的是啊，大家只不过是买不起而已。嫌你房价高，我除以2还高吗？国企要求你把这房子除以2卖给国企，但是你为什么就不能除以2直接卖给韭菜呢？这中间国企再倒一道手，再去管理，对吧？你要成立这个部门那个部门，这么多人去维护，这中间人吃马喝的，这多大的浪费啊！你不如直接给他卖给韭菜，干净啊！韭菜贷款买走了，意向售价最终传导到了收购定价上。说从各地发布的政策来看，收购价格以同地段保障性住房重置价格为参考，按照基本覆盖土地划拨成本、建筑安装成本等合理支出以及不能超过5%的经营利润测算，该价格可能仅为同地段商品住房价格的5折左右。广州中原地产项目总经理坦言说，这也是企业参与意愿不高、收储推进缓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双方价格谈不拢，背后各自有深层次的客观原因。武警指出啊，地方国企申请专项债进行收储，需要准备1案2书，申报材料多，为了不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需经多个部门审批。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武警团队曾到各地调研收集情况，有地方国企管理层直言，万一收购后出现运营过程中的亏损，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能会被怀疑存在利益输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看看啊，这个我都不用去调研，我在以前节目都已经反复说过，这里面存在道德风险，也就是国企收购民企的房子高了吧，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你替这个民企解套，你拿大头的钱当好人，替这个民企对吧？替他解套了。你收购价格低了吧？那你是与民争利。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哦？你是国企，人家民营企业，你趁机啊落井下石，这个趁火打劫，就像那个特不靠谱，现在非要跟乌克兰签那个矿产协议一样，那不就趁火打劫吗？对吧？又不给人家提供安全保障，是不是这个逻辑？那就是你不管你是怎么收，你都是存在很大的一种道德风险。但是这些专家他不管，反正一拍脑门一个主意。尽管多个城市表态支持收储工作，但实际收储量较小，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未来城市实验室副主任王业强回复中国新闻周刊说地方政府在收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对商品房库存进行再配置和再定价，使得实际效果与市场预期去库存有一定的偏差。由于诸多的约束存在，存量房收储进展相对偏慢。还有一个不利因素你看现在咱们在大力的推第4代住宅，这个我昨天节目也说了，如果第4代住宅真的这么好，真能达到这个标准层高要3米多4米完了第4代住宅4层以上，就是你的房子超过4层的必须有电梯等等。那你说现在国企把这个开发商手上房子都收去了，你这不是等着要暴跌吗？人家都看上的都是4代住宅，价格也差不多，我为什么买你这个以前的这个住宅呢？那你这我租我也不租你这个，我要租4代住宅。那你说国企手上地方政府这个发债收了那么多房子在手上，租不掉卖不掉，最终还是大头对吧来解决，这就是这些专家的水平所以这个收储政策一出来，我就说这些专家竟不干好事。你为什么不能建议对吧？呼吁政府给这个韭菜实实在在让想买房的刚需房的想结婚但是买不起房的对吧？你给他发房票，
打8折，不行打7折，对吧？你能给国企打5折，那同样啊也能给韭菜打5折，对吧？我就不信他不买。哎，通州的房价现在差不多4万1平米，就是好的房子啊，也就是精装的，恐怕也不超过5万1平米啊。你给它降到2万5，我不信没人买，保证把你那个售楼处给门槛踏破。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只有卖不掉的价格。哎，有人就说了啊，你这房价不能这么跌啊，5折卖，那就就相当于房价，就咱们抵押品价格暴跌，那会导致银行有金融风险，这系统性的风险。那你可以不降价，就是政府发购房券补贴，对吧？政府你能补贴开发商，对吧？你能补贴这个补贴那个，为什么就不能补贴这个买房的韭菜？一个道理。哎，说到补贴啊，说到这个购房券，这购房券说白了就是一张 A4 纸嘛，对吧？你上面写上字，然后盖个公章，又不用你印钱，对吧？你要想买房，你可以来领一张这个购房券。这购房券呢，对吧？50万、20万、30万，买什么样的房子用什么样的购房券，对吧？这房子房价啊，市场价1万1平米，对吧？你那个购房券就相当于给你优惠3000一平米，对吧？这房子只有7000，不行就给你优惠4000，这房子相当于6000。政府把房子收到自己手上，你还得管理，对吧？你得安排7大姑8大姨，又是你看裙带关系，又是利益输送，这些人去管理，这管理水平又低，对吧？又是吃喝拉撒，又是跑冒滴漏，你说他能好得了吗？这个购房券啊，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房票安置啊。现在啊，很多城市啊，它这个拆老房子拆迁呢，现在已经不给钱了，给房票。这次深圳啊，好像就这么干，把你老房子拆掉之后，不给你补偿金，而是给你一张房票。你拿着这个房票啊，可以到指定的区域去买房子，这个房票就是钱，那就跟那购房券是一样，类似啊。就过去那个拆迁呢，都是给你钱加房票，也就是你可以选择拿钱走人，你也可以选择拿着房票去买房子。但是现在啊，都倾向于不给你钱，只给你房票。大家看一个视频。如果拆迁补偿摆在面前的是现金、安置房和房票，你会怎么选？过去10年，90%的拆迁户用脚投票选择了现金，毕竟落袋为安才是硬道理。但是最近深圳一纸文件官宣加入房票大军，这下北上广深4大城市算是正式组成了拆迁补偿新玩法的牌局。这背后藏着哪些门道？能激活购房需求吗？房票是什么？说白了，就是政府开出的购房支票。过去拆迁要么给钱，要么给房，房票则把两者揉在一起，政府不给现金，也不直接分房，而是发一张面值等同或略高于补偿款的票。拿着这张票，你能在政府划定的楼盘里选房，而且往往还能多拿5%左右的购房补贴。开发商再凭票找政府兑钱。对比1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货币化棚改，这次改革藏着3个关键转向。第一是资金流向的阀门效应。2015年直接发钱给拆迁户，热钱像洪水般涌入楼市。如今房票把资金圈定在特定房源，好比给洪水修了导流渠。第二是政策目标的换挡升级，过去追求拆迁速度和土地财政，现在更注重产城融合。深圳要求房票购买的房源中，保障性住房必须占主导。第三是金融风险的隔离设计，设立10亿元兑付保障基金，开发商还要缴纳15%保证金，这在过去棚改中是没有的。整个过程既拉动了新房销售，又不用真金白银往外掏，简直是一箭3雕的买卖。不过其实大家最担心的还是房价走势，现在很多2、3线城市的房价还在跌。想象一下，如果你家房子被拆迁，你是要随时可能贬值的房票，还是落袋为安的现金？在房价不稳的地区，可能很多拆迁户宁可少拿点钱也要现金。不过话说回来，这政策也不是全无亮点。对于那些确实要买房的主儿来说，多拿5%补贴相当于省下装修钱，而且现在允许跨区使用的城市越来越多，比如你在深圳龙岗拿的房票也能买宝安的新盘，这可比过去的安置房灵活多了。更关键的是，政府通过房票把拆迁资金锁在楼市里循环，既保住了土地财政，又避免了大水漫灌推高房价。说到底，房票能不能玩得转，关键看城市的底气。北上广深这些地方房子不愁卖，房价有支撑，房票自然有人接盘。所以咱们看待房票制度，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盲目叫好，得看清背后的城市基本面。我认为这个 UP 主说的还比较清楚就是房票和现金你怎么选。如果现在你们家拆迁，如果还给你选择房票和现金，你该怎么选？如果是没得选，对吧？只给你房票，那你也没办法。如果他给你现金和房票让你选，实际上政府在设计现金和房票的时候，他就已经考虑到你的想法，但是政府是希望你选房票的。你看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视频也说清楚了。所以为了让你这拆迁户选房票，他一定会在房票上面做很多文章，让你
选择很两难，选现金吧，觉得这个好像吃点亏；选房票吧，也担心房价下跌，房票的优惠力度也很大，所以这大家就两难了。那到底怎么选呢？我个人建议啊，不要管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什么三线、四线。如果你的房子被拆，你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有没有房子住。如果你说我手头上还有房子，那什么都不要说了，直接领现金。你别管你的房子在哪，领现金走人干脆。你千万不要说我拿了房子之后我再卖，你知道吗？你房子一到你手上再卖，那完全不是那个意思了。你看着的市场价是100万，但等到你卖的时候，到手能拿个70万就已经不错了。如果说你没有房子，然后你还需要有个房子住，那我觉得你可以选房票，因为这个毕竟房票还比较优惠嘛。你也没有必要说我非得要现金，然后我去租房住。但这个怎么说呢？拿现金就吃点亏，租房住，你说不定你以后你总得需要买个房。所以说我建议啊，就大体上，就如果你已经手上有套房了，你就要现金存公行。如果你没房住，你就拿房票去换房，因为房票换房你算得好，不需要你掏钱，不是说你还去银行贷款、按揭贷款买房，完了这房价一跌，我这个首付也没了，完了我这又房子也卖掉。你房票实际上就相当于你已经换了个房子，你不需要你就是你选房的时候选好一点，不要自己再加钱。当然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绝对啊，你说我想多加点钱买个更大一点、更舒服一点的，那也行，对吧？那消费嘛，那你反正你加钱你也不用去贷款，你们手上就有50万，你再加个50万买个大一点的也可以啊。所以说房票你去换房子本质上对吧是一种消费嘛，没有增加你的贷款，对吧？没有增加你的负债，不用担心，那就是早买早享受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